今日再来讲天语团。天语团一个力量救护救台南府嘅课文呢，一时一语对照呢来读出来，本大家来做个参考。力量喺美浓区嘅美浓区嘅美浓庄人，身体强壮，相貌魁伟，武艺高强，见义勇为，好打抱不平。那係美浓庄有本外族人嚟欺负嘅事情，必定天生出來，富伟壯面，所以有六對客家族群移民嘅支持啊。所以凡是有真教徒會博徒，真屬神犯，救父救人，為國效勞，一天全身出戰。當時有客家忠勇愛國嘅精神表現，在清朝咸豐年間，地方偷竊土匪作亂，台南府上民兵包圍府上，消息傳到美濃莊，力量即時招募移民兵，大量30人嘅頭也奔馳出入到台南府來上救援。去到台南府救援時，府方官員就問力量講：一個客家人到府上來救援人嘛，有幾多人咯？力量回答講：只有38人，武術高強嘅好漢啊！一個台南府講唐嘅聽時就講啊，烈火爐中只有30人嘅人，雖然有忠義之心，何以救之以大刀相戰之勢？力量又回答講：我哋有雄壯一級武術高強嘅好漢，善用兵法不在乎於人多啊！隨即就請求府方官兵交本力量，持有破鐵的大洋嘅材料，府方談嘅以後，應準配合進行。力量就帶領一個移民一級官兵合兵，對府上東門上起兵開戰，一直到南門、西門、北門等3個地方，同一個偷竊土匪交戰來相戰。土匪就可以炮攻打過來時啊，炮煙猛霧漫天不地哦。力量帶領30人嘅武術高強嘅好漢啊，一馬當先，官兵埋伏當地，趁炮煙猛霧漫天不地之中啊，刺衝土匪嘅陣營，用長短刀槍殺死土匪滿體啊！土匪太強嘅亂竄就亂起來。當時支援嘅力量客家人馬，善用飛鏢飛槍，就破陣解圍台南府嘅府上。力量同30人嘅武術高強嘅好漢，
后来许多台南府冲上，自带拍杀牡丹，永归美浓庄故乡哦。一个字，一个就是比喻高尚的情操同美好的行品，一个就是力量救护的一些套那个小故事安尼哈。一个故事之中，有两则故事啦，都是历史出自于美浓李南同学会啊。所编写出版的两本日光正下内容之一，一个就是在民国58年同59年，美浓李台南同学会所出版书写出版的两个小故事。以上非常的感谢大家，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文，也希望大家。將一個錄音呢，提供本上愛研究客家語文嘅詳情啊，大家嚟聽阿了白所讀嘅是講慢嚇，講慢冇唔係同廣播聽到相同，講下先假個嚇。好，以上感謝大家，謝謝，再見。神夢按自西要中醫搶分享。還愛拜託大家，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